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我们一起聚集，要透过神的话语来经历神丰富的能力跟丰富生命的智慧。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一起用赞美的诗歌，更多的向神汲取力量。我们相信外在的环境虽然有许多的拦阻跟让我们伤心、失望甚至惶恐的地方，但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透过祷告，神也要将平安与喜乐赏赐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向神祈求。我们祷告是有能力的，我们信靠主也是有能力的。神爱我们，神希望我们在他面前用更多恳求的声音，谦卑委身的生命来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愿神的平安与喜乐赏赐给我们更多的祷告，求取更多的力量。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世上心想至今，直到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感谢他是一位信实的神，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用祷告，用举手的敬拜成为馨香的活祭。神喜悦我们的祷告，神喜悦我们在他面前更多顺服的声音的祷告。我们相信在祷告里面，神要将更多的能力与力量赏赐于你。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向至今，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啊，当我们向你呼求的祷告，主你必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要成为馨香的活祭，在你面前成为在你宝座面前最馨香你所喜悦的活祭。主啊，我们向你献上祈求，让你信实的话语再次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在神你的话语当中经历那奇妙的恩典。以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气象风潮至今，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你信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听我们呼求感谢的声音，愿一切颂赞成为馨香的活祭，在你面前祷告，奉主的名来求 Amen。 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一起在诗歌的敬拜当中，用祷告来向神汲取更多的力量。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观看《申命记》第17跟18章。《申命记》是一本不断在得救的以色列人当中，在述说再次重述的，就是说重复在述说律法的一卷书卷。那简单来说呢，其实针对圣经《申命记》以前的几卷经书当中，其实都有提到有关律法再次的重申一次。所以当我们会发现说，《申命记》其实里面有一些资料都是在出埃及记、利未记，甚至是民数记当中都已经有记载过的资料。虽然里面他重申了摩西所颁布上帝所要他颁布的律法，但是我们可以从申命记当中可以看出许多以色列人的传统的条例，甚至包含出埃及的历史经验，包含被上帝所拣选的事情，以及在上帝在西乃山上对以色列人的启示经验，融入在这一本申命记里面。申命记这卷书，它除了单纯的重申律法之外，它还有哪一个重要的目的在启示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呢？我认为在看这卷书当中，我们必须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如何学习怎样来敬畏上帝，还有如何实际的在敬畏上帝的生命里面，实际的遵行律法诫命，活出一个真实有改变的生命。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但是却是值得我们一生一辈子需要做反省的功课。甚至在这卷书卷当中谈到帮助我们如何透过律法书的遵守帮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不至于骄傲的人，然后能够不要违背上帝的命令我觉得这是有非常大的好处，因为这个好处关系到的可能你不觉得现今的你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却对你未来，包含你的子子孙孙、你的孩子跟我们未来下一代的基督徒，未来的下一代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在申命记第17章，在第17章里面的第1节一开始就说到了，哇，这个残疾，凡有残疾或是有什么样恶疾的有恶病的这些牛跟羊，那古代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不像现在是奉献金钱，甚至或者是你的服事工作。其实不管是奉献金钱跟奉献服事工作，其实我们都了解，有些人他奉献钱是有目的的，有些人他奉献钱是希望让人家看见，哇，他多么的有势力。那有些人他服侍神，他是希望让人家看见他多么有能力。但是如果影射到以前一开始就是提到这个有残疾的、有病的牛羊，同样的，人是有私心的。当我奉献，我要献祭的时候，我不用最好的牛跟羊，因为最好的牛跟羊要卖，可以卖好的价钱。但是我用献祭，反正献祭就烧一烧就没了，那血割一割，血就流一流就没了。所以我在想，当时候的人应该也会有人这样想，我献祭何必献最好的？可是圣经里面在第17章开始第1节就说到，残疾恶病的牛羊，这些是不能够献给神的。第2节到第7节也继续谈到，凡拜偶像跟假神的人都必须要处死。哇，好严重这影射好像是现在的人我们非常喜欢人家这个占星术啦看星座那我觉得这个是有待好好去商榷的一个态度问题，信仰态度问题。圣经里面在第二节17章第2节到第7节里面提到，当有人告诉你，听说有人行了耶和华
眼中所看作不好的事情。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圣经里面他不断的在告诉我们，当中如果你有看到有类似这样子的人，那么你就有责任，听见的人或看见的人，我们就有责任必须仔细的去了解实际的状况。到底这个人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恶事情、不好的事情？那我们有责任的。但是反归现在来，我们来看现在的社会，现在社会的基督徒，我们看见有人他遇到这样子的犯了错，不管是对上帝的不敬虔，或者是对上帝不奉献，也不懂得感恩的人，我们有没有那份心，有责任的心去告诉他，用爱心说诚实话去告诉他？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在第2节到第7节里面谈到的。以前的人是必须打死的，因为他做了上帝所不喜悦的。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那件不好的事情不要衍生下去，甚至不要影响其他的人。所以以前的人是这样在处理这个有犯罪、有不好事情的人。所以呢，这个值得我们好好探讨。现今的环境社会特别疫情期间当我们看到有人可能生病了，我们不觉得怎么样。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知道他如果有病，他如果有可能的这个冠状病毒、肺炎病毒的一些症状，我们必须要谨慎的，而且非常小心的去了解，甚至回报。所以我在想，当我们人生命的罪，是否也应当要部分的去更加的重视？所以这是我从第2节到第7节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触。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第8节到第13节谈论到的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我们知道人跟人之间都会有争论，不管是财产上的，或者是人金钱上的往来，甚至有些时候是人情上的问题，我们都有许多的争论。但是当我们在争论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处理？那圣经里面第8节到第13节里面就有提到，我们必须要，第8节说，我们必须往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的地方。那当时候就是谈到的，就是说你要去到有关祭司跟审判官那里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到，祭司跟审判官在当时候以色列人的环境里面，祭司的责任是教导律法，那审判官的责任就是律法的执行者。所以这段圣经节里面教导到，当我们在上帝所治理的生命体制当中，所违背了祭司的判断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了解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违背了上帝。所以虽然我们看不见上帝，可是上帝透过了祭司来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应当要遵照祭司所教导你们的，不对的事情要改变。所以这是透过摩西再一次的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希望他们了解。那么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在第14节到第15节，17章第14节到第15节有谈到一个要设立王的条件。那事实上呢，以色列处在一个上帝所直接统治的环境当中，其实是没有必要另外再选立君王。如果有一位神，他就像君王一样，他有能力，他会解决事情，他会透过先知，透过旁边的人来帮助你的时候，你觉得你还需要有一个头吗？有一个君王吗？来帮助你吗？管理吗？其实是我们可以显而易见的是不需要的。可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不见得这么想。当他们去到看到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看到旁边的国家有许多他们都有君王的制度，所以他们就产生想要模仿这些属世的欲望。他们也会想说，我们选立一个王，他来负责来帮我们做管理还蛮不错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400年后撒母耳他步入晚年的时候呢，扫罗他就当选了以色列百姓当中的第一任的君王。所以在这当中就成就了这份的预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第14节到第15节谈到立王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他讲到第一个王的条件，
他必须是耶和华上帝所拣选的王。在第15节里面谈到，一开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才是符合上帝在世上要选立的王的条件。这有点像是什么？我就想到有很多人在选立牧者、选立牧师，往往看的不是他是不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是不是一个有好的灵修习惯，甚至他是否是一个在神的面前奉命行事、奉上帝命令行事的一个牧者。很多教会在看的是这位牧者，他必须照着他的方法来做，他是否能够符合我们教会的需要，符合我们教会要做哪些他们人所需要的。比如说牧师，你一定要常常来看我，譬如说牧师，你要照着我期待你做的去完成。所以其实王的条件，上帝所选立的王的条件是必须是他是上帝所拣选的，我们彼此都要有所认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位王的条件他必须是什么？他还必须要是在族群当中是神所喜悦的百姓。意思是什么？譬如说我们同样都是有一群基督徒，当我们要选立一个小组长，这位小组长他必须是第一条件，他是属于大家都认识的，而不是什么我们从社区环境，从你家中因为你觉得你公司里面有一位非常棒的很有领导能力的，你想要选立他来成为教会里面的小组长，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其实圣经里面第17章第14节到第15节就谈论到王的条件。第一个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人，第二个他必须是在弟兄当中的一位来选立作为王，意思就是在我们群体当中大家能够认同的团体当中来选立的王。第16节到第20节里面就谈论到登上王位之后呢，他必须遵行的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他不可以为自己增加很多的马，不可以有熊这杯啊，那太多的马，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是在古代当中是代表是一个权位的象征。所以呢，他们期待这个做王的人，他不能够有属于太多自己的财产，也就是他有很多的马匹，他有可能会怎么样？他会带领他的百姓，带领他属于他自己的群体回到埃及去，所以他不能够加添自己的马匹，甚至呢，他不能够第二个条件，他不能够立定太多的嫔妃啊，也就是说，现在所谓的不能有3妻4妾啊，好，不可以使让这个王能够陷到那个情欲的里面。所以第三个还有谈论到一个条件。我们可以看到第16节到20节里面谈论到，不可以为自己积蓄太多的财富，因为人只要有财富，往往就会堕落，有财富就很容易走上不好的道路，甚至会不懂得谦卑，甚至会骄傲，甚至会认为哇，我是一个多么有势力的人。甚至这位王呢，他登上做王之后呢，他还必须要熟悉祭司所写的律法书，为他自己能够抄写一本。好，所以他平时他必须要时常去朗读，甚至也要时常去学习怎么样敬畏上帝，谨守去遵守每一条律法。那我想这个很重要，帮助一个做王做领袖的人不会过度的谦卑，反而会更明白上帝的心意。这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不也是如此吗？我们要更多从神的话语里面去经历神，我们就需要读经，需要祷告。我们如果不读经不祷告，我们何能可以靠着自己去拥有许多权位？这些权位是需要更多谦卑的心，你才能够去 handle 住的。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第17章所谈论到的几个重点。接下来第18章我们要一起来看，在第1节到第8节里面谈论到祭司应当他的收入来源在当时候利未人跟祭司他们所得的相关的
律例，实际上在民数记第18章8节到24节里面就有稍微提到，上帝所治理国家的以色列社会的这些祭司跟利未人，他们不会从事其他的工作跟职业，他们只有单单的在神的面前从事服侍的工作，服侍上帝的工作，甚至是国人献祭的工作。所以在生活当中，他们没有自己的财产，但是上帝却会以适当的产业来赏赐给他们，补足他们生活当中生计的需要。所以在我们今天第1节到第8节就谈论到这个重点。另外我们要继续看下去，第9节到第14节谈论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上帝他不允许神的儿女，上帝是不允许他去拜偶像的，也就是祭拜一些假神，实际上是上帝所憎恶的。什么是假神？就是你认为那个好像有灵体的存在。过去我曾经看到有风吹草动，那我就会害怕，甚至有看到去到黑暗的地方，只要有暗暗的有某的昆虫鸟叫的声音，其实我都蛮害怕的。但是当我慢慢发现说，哇，原来这些都是上帝很自然的创造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怕的必要。甚至也有人告诉我，哇，吴牧师，你什么星座的？我说我牡羊座的。可是当我去看了一下这些牡羊座的相关的星座的一些人的特质，以前在国中、国小甚至大学稍微看一下，好像跟自己还蛮有雷同的地方。可是现今的我发现当我的生命被上帝所摸着改变了之后，我发现完全跟我的星座星象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今天我们所看的申命记18章第9节到第14节里面，上帝不允许任何人侍奉偶像假神，那是上帝所憎恶的。你要做好一个好的基督徒，不要听信占卜，不要听信星象，因为那一些都是人所归纳出来的学问。这些学问或许有一些的雷同，但是这些都是从人身上所看出来的学问。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第18章13节说到，你要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做一个完全人啊。你会说，我不想要做一个完全人，完全人太辛苦了。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懂得定睛在神的面前。其实18章在我们所看到第9节到第14节里面谈到的是一个不要为了在生活当中所看到的这些景象而让我们失去跟神的关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继续看下去我们要继续来看下去第15节到第19节里面谈论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里面呢，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上帝他要在这一些以色列的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当中，还要兴起一批就像摩西的先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环境，家庭也好，教会也好，都会有一些很有强势甚至是很有能力的牧者。感谢主，这些牧者都曾经成为教会最好的帮助，复兴了教会，改变了教会。但是我也时常在想，10年后我会老，我的年纪越来越老，力气越来越少，慢慢的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哪一天神也要呼召我的生命回到天家，谁能够引导他的教会？我相信上帝要在神的教会兴起更多在荧光幕前的你，在我们每一个教会当中的年轻人。求神帮助我们，就像15节跟19节，15节到19节里面就谈论到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第18节他提到，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个你就是摩西，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
各位弟兄姐妹，神会用你，但是不要把你自己的服事工作看得没有你教会不行。神的工作，神会亲自预备，神会亲自预备合他心意的人来服侍他。你是属于这样子的基督徒吗？愿神保守你的心，让你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各位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当我们的能力，当我们服侍神有太多的能力跟恩典，我们要更加的谦卑自己，否则很多时候我们成为假的先知。圣经里面在第18章第20节到22节接续了一段话，这段话他特别提到如何辨别有些人他奉神的名，奉上帝的名说话，他谈到这样子的人就必处死啊。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其实在群体当中，只要人有经验，往往就会怎么样？夸大其词，他认为他讲的话都是对的，也一群人都会愿意相信他所说的话都是对的。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重新来思考，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怎么样去辨别这样子的先知呢？就是我们从他所说的话有没有应验，有没有印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用怕，虽然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有许多的假先知，特别现在的疫情期间，很多人有些人就说怎么说可能会怎么样，然后这样子讯息就不断的扩散开来，这样子的消息就不断的扩散开来。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许多新闻的媒体在报道的是什么样子是假的新闻，什么样子是假的消息，在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做一位神所喜悦的儿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求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的样式。在今天的圣经节当中，神不断的告诉我们，神所兴起的先知是一位顺服的，是一位上帝能够传递上帝话语的先知。只要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懂得用神的话语去传递，但是当我们传递神的话语，我们就相信吗？不是，还要印证。神的话语会传递神话语的人，也会看见他所说的话是否得到印证。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当中，其实指出了很多先知在以色列人当中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并不是规定要像祭司或者是像审判官一样设立一个先知的职务来宣讲律法，甚至帮助人能够帮助人来向神做祈祷。其实今天的圣经节里面，百姓在西乃山上曾经要求摩西替他们能够听神的声音来传话的先知，告诉他希望能够为他们求。可是往往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在求先知。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透过耶稣基督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先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在主耶稣的身上重新去反省。我们不用再去求什么先知，我们要求的是我们的心是否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在约翰福音第1章45节，腓利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已经遇见了，就是以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约翰福音第6章第14节也常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的先知啊。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上帝他爱我们，他知道当人慢慢的没有办法跟神直接可以对话的时候，当人慢慢的没有先知像摩西一样看得见的时候，上帝透过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未来我还是一样会差派先知在你们当中。各位弟兄姐妹，这位先知已经在我们当中，就是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到第2节，上帝
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说上帝已经在以前借着许多的先知用不同的方式来晓谕，来帮助这一些信仰上帝的这些先祖们，告诉他们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来告诉我们，他早就立他能够承受所有的，也曾经借着他来创造世界。各位弟兄姐妹，从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从申命记16章，从第16章第18节开始，一直到第18章22节，我们可以看到都谈论到了有关以色列社会领袖的问题，一个领导者他必须如何做来排除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财产的问题，甚至一个族群的领袖，我们应当如何遵照神的律法。其实上帝的话一直在告诉我们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坚定的信仰，对信仰的事情一定要有所了解。你的信仰的生命不单单要有坚定的信仰，我相信上帝，我愿意相信。更重要的，你的相信还必须要对这位上帝有所认识，好不好？鼓励各位，我们时常在每一周的一段时间，你可以好好的安静下来读神的话语。这个礼拜我们一起看申命记第17章第18章不用单纯只有听牧师讲，你也可以稍微自己先看过，或者是听完牧师所讲的，然后你再重新从头再看一遍。我相信你会很快的能够上手看圣经的这份功课。愿神帮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不用为自己积蓄太多的财富。在今天申命记第17章第17节里面，在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团体的领袖，你可能是家中的父亲，赚钱的领袖，你可能在公司里面你是一个主管，是一位赚钱的领袖，可能在教会里面你是教会管理财务的领袖，在教会里面你是一个各样的服事工作的领袖。但是神告诉我们不用去积蓄太多的财富，但是我们一定要去积存在属天的财富。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的样式，成为神所忠实的仆人，能够去传递神的丰富话语。相信神的丰富话语也要带给更多灵魂需要得救的人。在这疫情期间，让我们一起来更多的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这首诗歌主你会听，这是一首台语的诗歌。主你会听，神爱我们，神把他的爱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一起用诗歌在神的面前安静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心能够不断在神的面前成为馨香的活祭。主你听我做宝贝，不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不免搁着惊。主你会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会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定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会听。感谢神，神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困扰，任何的伤害都不能阻止我们领受神的爱。
做做捆绑放甲我袂扛得你的听，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松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听，靠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各位弟兄姐妹，当你愿意成为一位蒙福的人，希望在今天的圣经节能让你更深的明白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语。相信有一天你会在你的身边周遭环境里面，你会成为一位上帝所选派忠实的上帝仆人，也是一位在上帝眼中真实蒙福的人。愿你平安。